重新继续来看这件，是有一个假律师叫做李克业，家己要倒店的公司包装做高科技的产业，骗民众投资也未就市的股票，今年外来骗到将近10亿。检调发动着搜索，认为李克业违反着证交法，甲申请收押禁见。假律师李克业穿西装拍内裤带。大蓝领条要挽维持律师的形象，也毋过伊根本都无律师的执照，这回佮交给不法的集团，将去互检调搜索约谈。另外一边，今日北京的查甫人是保利通公司生意定位当做，获审了后红记也检见。外创科技生意的当做是50万购本，今年几月检方就开始调查。废弃物发电是我们欧司马的专业。欧司马在线能源科技公司讲有独家技术，会当将废弃物转化做纯的绿电。检调查出，李克业涉嫌勾结地海盘商。将经营不会公司包装做真有前景的人工智慧、半导体等等当前的产业，包括欧司马科技公司、保利通生意定位当做、外创生意的当做，拢总有涉案。继续发展人工智慧、力量分段科技，请被害人去买也未上市的股票，当过来都讲诈骗将近10亿。那如果说他的业务或财产状况恶化，然后有影响到委任人，或者是他有其他违法的情况，是可以被惩戒，甚至撤销或废止他在台湾可以执行业务的情况。李克业无律师资格。2020年的几月，伊所用新加坡籍世间律师名义开事务所，请律师。事务所对新加坡的商业甲法律的事务拢正了解，旗下有真侪律师职业的经验拢超过20档。今年5月，伊佫违反着律师法去互起诉，即卖佫牵涉到真侪诈骗案，互刑押禁见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